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。 有一个代志甲你参详一下吼，搁出大，做都袂歹啊吼。我是讲过去吼，互阿姊来去做啊，你说怎么看？袂啦，迄是阮妈妈辛苦开起来的呢，袂使互别人啦。啊，三八囡仔喏，迄是阿种呢，所以别人。袂个袂个嗯。关键啦，讲话袂使这么大声，爱有礼貌。囡仔人有代志，你看安怎？好啦，本地吼，我都想要甲火车买转来，搁带阿三妈吼去走车啦。说要开车吼，我赞成。小青啊，那你搁这店吼，我留一寡周转金互你啦。以后趁钱了钱，你得要家己负责哦。阿珍啊，你有听无？以后吼，你唔留你若说失望吼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做，我会好好做。小青啊，我咧走车的时阵吼，爱招你的搁这店吼做联络站啦。无问题，店本来就你的啊。都是咩？本来就是你的啊。是吧？我敬你，来，来，大家来，阿三啊，来。妹妹啊，迄美牛摕来，互人去小点一下啊。来电坐哦。人家来电坐，来电坐。来电坐哦。什么叫人头家，要叫人当属顶才对。当时叫来电坐。来，当属顶来电坐，来电坐。妹妹来，小酒好姐，小酒好姐。这间店甲以前哪拢无共，分钟当属顶换人做，当然嘛无共款。安尼哦。来电坐，来电坐。我甲恁讲，即摆我店的内底水果全嘛进口的，啊，搁含玻璃杯啊、盘啊啥，直接拢为外国入来，全水钱的。啊，搁有哦，桌顶这电话哦，在恁卡拢免钱的。安尼哦。店内拉面哦，凊彩恁看啦。好诶，啊，恁遮股价敢有比以前较贵？服务品质提悬，价销无变。迄个妹妹啊，美牛摕来，人去小点者。咱客来电坐哦。是吧？啊，咱是毋是行对所在啊？应该是无啊。这妹妹真水哦！哦，咱是若真有生理头脑嘛。啊，毋过哦，这是搁这店呢，你用甲安尼敢唔妥当？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穿安尼有野感无？哈，是要来食好食的呢，唔是靠歌舞团的呢。我巴嫂来电坐啦。所以你有马上？母啊，恁来啊！来，无啊，啊你先创啥啦？静啊，我问你，你请这两个妹妹来无问我？无经过我的同意，我头家娘呢？水哦！哇，这个小姐有够水啦！我靠，伊了嘛足水啦！哎呦，你今明仔载要来啊？今日嘛较拜托的，即摆咧流行辣妹呢，啊你是捌无？有辣妹咧甲咱顾店，咱生意才会好。含这你也咧食错，哎。你个辣妹啊，我来就用啊！你莫甲我想空，想要实在水妹妹啊！你明仔载就甲伊死了。因穿安尼哦，佫嫌伤济。若我会使免钱。算啦，莫讲生笑啦。阿静，我赞成阿雪的讲法。你到底要甲伊死了无？啊，好啦，你哦，做生意是实在甲我做，唔通哦花样生遐济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每一顶桌顶拢有电话，啊这电话要安怎算哈？明仔载拢甲拆掉。电话也无偌济钱啊啦。喂，找头家哦，我了头家啊。啊？哦，你小等一下吼，煞替你的啦。喂，你看，这电话。苏老板哦，
对啦，我早起去找你吼，你就无伫咧遐。哎，我有钱吼，去甲车摊转来安尼。是啦是啦。明仔我落卡应该先玩玩吼，放心。那安尼？苏老板讲吼，伊咧欠用钱啊，迄车吼袂去中古车行啊啦。这车是拢保养甲足新的啦吼，我甲你伊仔介绍者吼。歹势，头家，借问一下吼，我要找3吨半的中古的。阮遮3吨半的车是足多的啦，吼，你家己先看卖，好，等下我再去甲你看卖，吼。好。这边呀？这边。好。头家娘，啊，刚刚这台呢？不是哦。头家娘，这台啦，这台我唔对啦，对啦，这台。嘛唔是啦。好，嘛唔是哦。哪个？头家啊，阮遮几台车吼，阮拢保养甲足新的啦。毋过头家啊，这哦，拢唔是我要治的啦。你毋是讲要治迄3吨半的？迄款车、迄车，这种是啊。对啊，毋过后个啊，阮买迄台哦是较特别的啦，是我以前走过的啦。你会记迄个车牌号未？车牌哦，就是迄个EP 哦，8199啦。啊，对。有啦，阮有这台车。哇，有啊。毋过阮卖掉咧。已经卖掉去啊。有头家啊，你袂记得，敢毋使甲阮讲。对。你是要买迄台车？唔好啦，迄台车哦，去用抄甲比共年份的我较旧咧。不要紧啦，你只要甲阮讲吼，迄台车袂去什么人，就应该啊。市长啊，市长吼。阮借问吼，你敢毋是要一台35的货车？有啦，要创啥吼？我想要甲你买啦，阮嘞吼，其实甲你买啦。不过迄台车牵倒也无几工，就去互贼仔偷牵去啊咧。有报警啦，但是拢还无消息咧。哪会安尼啊？无法度啊。是不是阿三姐开车出去啊？阿三姐应该带我车掉了。妈妈无牵车回来啦。想做无？你不是跟我保证一定会把车牵回来？想做无？妈妈有去找买车的人，但过迄车哦，去人偷牵去啊。车无。你放心哦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，将迄车哦找倒回来。你一定找无啦！我前个脚踏车无去的时阵，你嘛讲要帮我找，结果到即摆拢找无，一定找无啦！妈妈才找无啦！快点，快！笑面呢，我这生理定数呢，你一个面凹嘟嘟，歹看啦。笑一个啦，笑一个啦。算，我看你也是莫笑较面，我家己好啊哈，较袂我人客来的时阵叫你惊着啦。喂，徐头家，我就是头家啊！什么车找着啊？我听不你咧讲啥呢？你大家看唔到？喂，警察，车找着啊！好。哎呦，你这
啊为着一个破车管锁撞到呢。讲你到底处理几台车来遮？无啦，一台嘛无。先生，歹势哦，我要找一台吼拍无去的车啦。内底几台台恁入去看卖？哦好。内底吼，行。命的无啦，一台嘛无。什么？头家娘这台啦，这跟咱兜迄台同款呢。佮同牌无同台啦。啊？你看清楚看卖咧啦。哦。阿三嘛，阿三，啊？在车啦。唔是啦，那你这么后哦？你看较真足咧，是这台啦。淡薄仔成呢，我淡薄仔无成呢。头家娘你看，这台无唔对啦，一批啦。这是邮电的车，这是邮电的车啦。哎呦，叫弄甲密密麻麻，开转去嘛无好啦。三啊，你使看转去哦，小整理一下啊。头家娘啊，你嘛小算看卖，咱若车开转去哦，爱开一条钱啦，啊是搁爱整理落去哦，吼，迄代志就大条啊啦。我看吼，咱规气哦开新车好啦。我不爱开新车，我就是要这台啦。哎呦，恁哪这么啊固执啦？阿三啊，这台车是邮电头一届用双手拼回来第一台车，啊要车的头一天哦，伊伫车头加红彩，迄一个新闻。我要为这台车开始，啊好好打拼事业，甲火运行做。这是邮电的新闻，我一定要替伊完成啦。头家娘啊，你有这个心哦，我是会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你也知影呢，咱是哦要造车做生意的呢，咱唔是要甲车博感情的呢。三啊，这台车哦，那亲像我拍无伊囡仔同款，即马做无简单找回来，我一定要甲接倒转去。头家娘啊！三啊，他处理一个破病仔，你敢袂会等呢？无要插你？这哪有可能啦？啊，你就对啊！这台车无论安怎后，我拢袂甲伊撇下。因为这台车有有着对我较宽容的爱。嘉欣，爸爸车买转来了，妈妈，紧来啊，带我去看啊！安仁啊，你等下，爸爸车虽然买转来，啊，不过迄台车吼爱修理啦，一礼拜才会当牵转来。啊，过要遐久哦。拢找遮久啊，等一下安怎？啊，妈妈，车是安怎吹到的啦？啊，就吼，讲到这件代志哦，实在是有够紧张。哦，我甲恁老母哦，都走去找所有讨车，啊，所有甲搭车哦，袂去中古车行啊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讲哦，互找到迄个人啊。啊，就把车买转来啊？还袂啦，迄个人哦，驶无几工哦，车搁去强走去啊！哦，我直找哦，搁拜托警察查哦，代志是舞到我呢大条咧。结果哦，迄警察哦，迄查到一帮哦，专门咧偷看车的歹人啊！哦，迄阵歹人哦，是我呢恐怖呢！我不但哦，车面了下哦，生无发觉哦，搁早都早清了。我就甲警察哦，做伙去抓迄阵歹人啊！哇，现场是拍甲咧乒乒乓乓哦，哦，足闹热的啦！我滚头一拍，啪！啊！哇！你人拍着伤啊？唔是啦，啥物我叫人拍着伤，是我把迄歹人啊拍倒去啊！哇，安尼足厉害！哎哦，搁有哦，还袂讲了。臭单唔免钱啦，哈，加几粒本伤大粒吼，唔免惊伊卖破啦。妈呀，阿三拢咧讲生笑的啦。啊，等我后一工熟悉伊啊啦，送唔知伊啊爱风神，
春秀啊，车刚才是牵转来。是啊。春秀啊，你要去找车吼，我是真烦恼，你知？你安尼哦，3更半暝才入门啦，啊天未拍母母就起床，3顿也无照常，啊你安尼哦，佮搬遐尼重的物件，真艰苦了。春秀啊，我是为你好啦，你去找车吼，我反对，过去迄台车也袂卖掉。卖啦，那是爸爸的车，卖啦。哎呀，宽仁啊，袂买啦，袂买啦！我甲恁老母哦，一定决定要走车啦。好啦，随在恁啦。你若爱走车哦，唔惊艰苦吼，无人甲恁动啦。嘿，嫂，免惊啦，有我阿三仔伫的吼，咱车照走啦，钱照赚啦，哈。50块啦，嘿。啊，对，哎，感谢啊，哎，为恁来坐啦啊。来坐。啊，人客，你要啉啥啊？凊彩啦，当然不要搁接出来。人客，恁内行的啦，本店哦，啥物拢无啦，凊彩上济啦。哎，凊彩来2杯啊！好。汤过来啦。嫂啊，我甲刷来顾一点仔代志，阮出班啊，店面小广告一下吼。好。喂，不要，干啥事？人客，啊，凊彩来啊啦，人客啊！头家娘啊！啊，你徛喺遮等，甲坐喺遮等，毋是拢同款啊？阿三啊，我看迄2个人吼，那亲像是看到来劲啊，啊，甲雪啊吼，才撞出去的呢。对哦，因2个看起来怀面哦，敢若佚佗的呢哦。啊是毋是来劲啊？搁伫外口，敢若安怎？应该是袂啦。哎，最近吼，拢留咧顾店，乖乖啊。是来劲啊！以前老婆走去下港哦，惹出来代志啦。敢会？头家啊！人客请坐啦哈！啉凊彩啦哈！你看，拢无收呢，拢无收啦。人客啊，啊恁看起来吼，敢若毋是本地人呢啦哈。恁是倒位来的啦？下港。下港哦，下港啦。我谈家这2个，你敢有熟悉？因就是阮的。阮的人客啦。对啦，人客啦，对啦。我再来一遍。对啦，久再来啦。你熟悉啊？我无熟悉。对。因大大你敢唔知？大大。哎呦，都无熟悉，哪会知影大啦？是讲吼，恁找伊是啥物代志啊？会使先甲阮讲无？连怎哦，我若拄着伊哦，我才会使甲伊讲啦。因哦，阮是伊的老朋友啦，我有一点仔代志要找伊啊。伊若搁再来，麻烦你甲我通知一下，这是我的妹子，我叫做吴高路的啦。啦，一定的啦。啥？人啊，下坑来遮阿进啊？是啊，迄2个人吼，安尼吼，时间吼，浪漫款呢。我一日看过叫人娇笑，为啥人叫来找伊？我知啊。谢你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无小心滑倒啦。滑倒？哎呦，阿进啊，你是咧靠我啊？讲快滑倒去？莫怪伊啦，阿母，是我家己无说你啦。
我已经带落去看医生啊啦，嘛做完胎车，医生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，你免紧张啦。我免紧张。万一我的金孙若是有安怎，你是要哪甲我交代啦？啊，即摆都已经无代志啊。无代志，你才是有代志咧。你若说讲吼，下届有一个乌狗来才找你啦，我问你，你是毋听表示？妈，好我讲啦。我真是无啦。无咱要出来到遮，讲啊！阿多，去讲啦！阿母，伊是来找我啦。算啦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。